我嗱呢啲講我都傻啊！我而家話俾你聽一段秘辛好唔好？鐵達尼號當初入大陸放映，大陸政府啊呢啲有關嘅呢個叫電影唔知咩局啊，佢都有講。佢一睇到咧露點咧即剪，但係咧後來咧發生變化。點解情況發生咗變化？江澤民主席睇完呢段，睇完成套鐵達尼號，品味高尚，好感動。哇！佢就啊，什麼？這個是人體寫生，這個鏡頭怎麼剪了？啊，咁大劑啊！說是黃色，不黃嘛，這個是藝術嘛。江主席品味高尚，一錘定音，結果擺翻個片段落去。可以咁樣啊？好嘢！新加坡好似都唔得啊！新加坡唔得。我哋江主席啊，你睇嗰個文化意識，唔好又講江主席，我哋中國共產黨啊。江主席為中國人民先鋒黨啊嘛，胡主席為後，人哋而家領導緊一個先進文化，呢個叫做先進文化代表。江澤民都話鐵達尼號裏邊寫生露點嘅鏡頭是藝術，不是什麼色情品味，什麼香港的什麼局？呢個係這假。他們說這個黃色，這個是 simple naive。唉，唔好亂講啊！港官局嚼你啊 ！Stupid！ 又話你麻木不仁啊！你講嘢扮領導人，你啲上海英冇感情啊！大佬咁樣，上海口音英係啊！嗰個電視台又咁樣俾。